大家好，我係高二 D 班嘅黃宇日。今日我就同盧浩天一齊講一下西班牙高鐵相撞嘅事件。當地時間1月18號夜晚，西班牙南部嘅一個自治區發生咗兩架列車相撞嘅事故。一架呢就係由私營公司運營嘅高鐵在行駛中突然之間脫軌，佢嘅車廂直接撞咗去隔離軌道嘅一架各型列車，形成正面撞擊。事故造成重大人員傷亡，已經導致40幾個人死亡，150幾個人受傷，係西班牙近年來最嚴重嘅鐵路安全事故。事發後，當地即刻啟動緊急應援。西班牙政府宣布全國哀悼，事發路線全部停運檢查。從目前嚟講，調查發現事故並非單一原因造成，直接原因係軌道裂縫破裂、頭部零件斷裂，導致車廂脫軌。深層原因就係基礎設施維護唔到位，線路長期大病運行，有好多安全漏洞都冇被人發現。鐵路運營企業分離，經過深入調查就發現原來鐵路網與運營企業分離，由多家運營商共同用線路，造成調度協同不暢，信號防護系統未能及時預警，再加上低溫天氣加劇設備老化，多重隱患疊加，最終釀成悲劇。跟住接下來就交俾盧浩天同學嚟繼續講落去。呢次事故帶嚟嘅影響十分大啦，佢唔單止造成咗嚴重嘅生命同埋巨大嘅經濟損失，亦都衝擊咗民眾對高鐵嘅安全信心，仲引發歐洲範圍內嘅鐵路安全全面排查，推動歐盟重新審視鐵路網絡營運監管，為全球嘅高速鐵路發展敲響警鐘，令其他地區都開始審視自己嘅鐵路安全。針對呢一次嘅事故，多名鐵路安全專家指出，新車新軌並唔係等於絕對嘅安全，隱患往往係出於睇唔到嘅維護同埋管理環節。有專家表示，呢一次係典型嘅系統性安全事故，暴露出安全投入失衡、監管責任唔落到位嘅突出問題。最後，我哋想講嘅係呢一次事故係一個悲慘嘅代價，提醒住我哋安全永遠係交通出行嘅第一底線。任何以犧牲安全為代價嘅效率同埋成本都唔可取嘅，只有將所有嘅隱患排查在前，責任落實到位，系統防護做足，先係真正守護每一個安全旅程嘅平安。